恭喜發財，紅包有啦！放炮哦，放炮！歡迎各位聽眾，我哋嚟邊咧學見嘅節目，即係禮拜咧，我哋咪講放炮嘅故事。叫你講到放炮嘅人咧，咁咧佢一間咁咧看一、兩、三、四間咁大波咁咧放炮。我未看，我特別嘅邊，等我看新椒哦，錯路嚇。啊，你上個是錯，個邊間是錯路啊？個邊間 Hello，喲，就是呢個，個邊間咧是唔是錯男？是頭一擺講啊，有有叻哦。應該是冇啦。未歹，你是在馬來西亞呀？檳檳城哪一個？檳城苗truy嘅島。哦，bloody good，啦恭喜發財啊，bloody good。驚我仔。แล้ว我ไม่รู้สิ聽檳城學見聽到久啊？我聽幾個月啊，幾哪個月啊？佢月差唔多4蚊啊。新聞啊。你知唔知檳城學見做幾年啊？應該是3年嘅啊。對，我嗰陣時2005年 start 嘅成嘅事。2005年，所以差唔多3年半啦。แล้ว你อันจะช่วยเดี๋ยวเป็นข้อเกียรตินี่我到 Google 會答福建，然後福建 food 嘅物件啊。แล้วช่วยเดี๋ยวเป็นข้อเกียรติ啊！你冇看到對。你以前嘅時，你唔知講有เป็นข้อเกียรติ podcast 啦。我唔知。แล้ว你ช่วยเดี๋ยว嘅時，你話實講，哎呀，真係奇怪個เป็นข้อเกียรติ podcast 呢？แล้ว除咗 try 聽咯，แล้ว聽盡量好笑啦，แล้ว見 download 特接嚟聽。你有聽，你到底去聽你頂到嘅？有聽真濟。เรา係講話，เราไม่各位聽眾，係講未聽講頂到舊嘅 episode 嚇，你使去 subscribe 啦，你使去邊啲學見到咁接觸朋友有一個舊 link 是舊嘅show 嘅，咁你使去聽頭一出聽去。往當今當然邊啲學見百幾出啦嚇，是啊，我唔知講未記 number 都知。百幾出啦。so 個另外一隻咧是美國嘅你明係咩啊？大媽？老狗啊，對，你是唔是想狗嘅老狗？唔是啊，你做咩叫老狗咧？你是唔是頭一擺嚟聽阮邊啲學見？阿咩嚟？我聽隻歌啦。我都聽隻歌，特別你頭一擺嚟參加做一晚特別嘅邊了。對。錯男，你啊？好。佢更加，對，搞。呀，你聽邊啲學見聽隻歌啦？你安怎聽到呢？朋友介紹。朋友介紹，你是你美國巴黎馬來西亞聽到啊？佢哋講嘅係咩？是巴黎檳城人。巴黎檳城人，แล้ว你教英嘅啦，你驚到邊？有哪裡？你驚是檳城人哦？你冇你驚？你爸是檳城人啊？是美國？我是沙拉堅。沙拉堅特別馬來西亞啊？是。沙拉堅是鄧人啊？是阿咩？鄧人啦。我唔係在沙拉堅未必是卡達山呢？แล้วก็จะเนี่ยสิโอเคsoต่างๆแล้วเรามาสิต่อจะเป็น美國有傾著先至啊呢？特單年咯。但你做咩做老咗啊？做老咗啊！正做往食 steamboat 啦，正有舞賽啊，去看舞賽咪咯，正一activity 咯。哦，攏嗰邊有在那島哦 ，Houston。你在那島有舞賽舞靈啊？有舞賽舞靈。我正 Kansas City 隻線你又冇行嘅。我 friend 我有一個 colleague 到 Kansas City 過來，阮是講迄邊真濟 small town，真細啊！一隻線，一搬開嘅咧數，แล้ว但我冇講只中啊，咁咧一等人是只等人，特別等人是幾個咧，特別冇講實對嗰啲就只，我都冇在那島門啊。แล้วก็วันก่อนว่า老家老細到底ไหน啊？老細？對啊。แล้วก็8โซฮันเจ้าให้ว่าใจ8โซฮันตอนนู้นมาเลเซียก่อนตอนนี้當然 OK 啊，當然啊，
你頂當是做到咯啊？你講你對啊？我到 KL 做工，你唔是講杜拜啦，杜拜對，我記得你講去杜拜落你嘛 ski 嘛？啊對，對嚟嘛，對嚟啦，老早我都記明。OK 啊，做工啦，佚佗，趁佚佗掉。我去邊去佚佗，點去佚佗？哦，電視是去佚佗。company annual dinner 嘛。哦，company annual dinner 佢邊 attend 那實去佚佗啊？啊 company trip 啦，去往去佚佗咯。哇，熟哦！แล้ว撒播咯。攏較濟是做工，真正是幫落節日。馬來西亞。幫羅節啊，羅節啊。แล้ว這幫羅節呢？切2啊呐。盡你廿哩科，就廿哩科。哦。แล้วเรา其實講到啲幫炮。攏是住細漢甲大漢，住特年先正特啲都俾幫炮呢。我哋係幫炮嘅。佢所看，你特啲俾幫炮呀？細漢嘅時特啲幫炮。嚇，你講我當然是。當然唔是條獵咩嚇？當然別使幫炮啊，唔是啊？係。邊個特年都扮嘅哦？高灘比咩？硬炮嘅都。暗刺啊！暗刺啊！佢代表哦。啊！我看頭就喂小碟誒，樣有趣啊！哦。我見個 brochure 啊，我見上面嘅啲 KL 啊，以後都一個 brochure 啊，有時啊，硬炮咕嚕，下面炮咕嚕嗰啲啊。哦。你講話你 brochure 入面嘅炮安裝冇上裝嘅炮啊？冇上裝嘅啦。高比利鋼炮。啊，李鋼炮。鋼炮冇一細粒青色嘅嘢，當佢李鋼炮冇上。波興哦，那個正這是咧出一粒起去有。滴出呢哦。係啊，唔是滴出是大機嘅滴出。滴出冇病啊，滴出冇病啊。大機有聲啊，喵蹦嘅咧。誒，等陣我。係啊嘛，劉健。等我講，等下即係老狗講李鋼炮有，李鋼炮咱定你，等下我可能差唔多，我咪接過幾回先，即個比較啦個幾回嘅呢23，都寫少年，然後老狗呢3集，老狗3集，差唔多少年，老細嘅話差唔多8回啊，4或1回，4回，所以3集4回3個回，14啊。13、14，然後白爽花呢？點解冇人走啊？3集啦，你咪是教老狗白回咯？你教老狗白回啦？老狗79年啊？冇78，我74。哦，安尼我19歲啦。所以特別，咱差唔多歲數差唔多，我是要問看啷嘅，你人23歲有可能就較唔知啊啦，即個比較較少年，你嘅啷幫。李鋼炮係伊色伊款伊形象怎樣攏可以叫？冇咩記啊，可能估。係啊，你估啊！我係記伊李鋼炮，頂到我成個李鋼炮就是成個紅炮一隻大粒，你知影真正是咱 decoration 調嘅時，咪是一粒嘅炮一隻大機咯。啊！細漢學堂嘅時，咱佢夾咧隻慢紙喺入面，你是條線咪調嚟包紅紙咧做炮嘅嘛。一架普通嘅硬炮嘅大粒，比普通硬炮嘅大粒唔多。哦，我看我記唔是硬嘅，成個係青色嘅可能。青色嘅。係咪？會粒青咩？冇咩？唔是青色嘅。in number 就要做啦係。做啦係嘛？想少做啦係嘛？要。嚇，白手漢講。一度咁幫我家己做咯，李鋼炮。哎呦，人家做咁啊，咁啊。人家咧硬色嘅啊，自己嘅有銀灰嘅啊。做啊，做炮。銀灰啊，做炮。誒，不偷，一隻機咧是要食嘅那啲嘢嚇。冇啦，佢機硬嘅啊，劍輕格。做咧劍輕格是 dry 咧嘅。正係 N 呢種啊。呢啲特別成嘅嘢，食嘅，呢是一粒噗咁樣咧。知，一支見那嘢啦。見那嘢會是。見馬超嘅啦，見馬超嘅。有嗰陣時以前抓嚟，你要硬白可能。
哦，我冇咩記啊，諗住 internet 隨你付出來是種會食嘅啊，會食嘅繪畫，你講付出來是會食繪畫。加字 N 呢？哦，你哦，我對不好啊，你別是你哦。笨魚，我真係笨魚，我講緊隻句嘢嚇，一成個自己滴嘅，那看咧是用抓成抓緊嘅啦，抓坤嘅嚟，冇啦，你講嘅另外，你講嘅是抓緊嘅，我真係。你咁樣叫啊？病哦。啊，แล้วจะไป講，你是去買把張甲無呢大聲跑，你自己白出來又開嚟。你冇聲嘅，你銀灰嚟。哦。你烤起來裏邊咪就有件食嘅咯。哦，伊包得，伊小灰啦，伊啦，炸彈嘅粉。小時咩bằng到隻 L 係到一步咯，係一步了，有嘅是係滴光啊，滴光係到佢。滴光炮，有溫去啊？滴光炮，你唔是嘅經嘅咩？你唔是係經佢吹係嘅經啊，經可以吹啊！嗬，做盤嘅嗰陣爆就爆，你黐到幾溫咯。你有嘅時嘅抓配嘅咪爆㗎呐，一個一係閃。你俾個like 就自己呢？就自己咧，人可以嘅燒掉。阿家你講炮俾你大粒冇？你偷到你混出來，你就係講到借啊嘛，冇夠都冇。阿格你特擺你做嘅時，阿格就借你，你先都講成個裝可能係裝一雙就夠啊，一雙啊嚟講，一雙嘅嘛嗬，一雙佢一雙嘅，一雙嘅，係咯，佢有，你較濟放嘅時候，無可放一點嘅，加一個香哦，白條嘢嗬，一線白條嘅香喺邊嘅，你線白條嘅香。你舊嘅嘢向我笑㗎，俾自己爆炸嘛，我夠時間走嘛。哦，你都計冇見死我，當見嘅時候我計見講。下面啊，當見時候有乜經交叫我做我唔交。定當時斜股老大哦，斜股唔係好就定到啦。見我們有時候佢個方式嘛，佢時候就，嗰一個還拿鏡做嘅嘢喺你下面，佢個臭頭啊，就叫臭頭，個幫時陣時有嘅種。阿妹無可以點咩係要注意咧，出啲 gas，安尼講點會到嘅，你睇啊？哦，迄種你有即個有捌看過人家人迄個年代個有個嘛？人係在迄個講敵講裏邊了，佢哋敵講炮啦，敵講炮嗰種啊，我迄個點解多聲咧？迄個理由嘅我，哇！你砰嘣咗，然後成日嘣我呢？係啦。誒，你注意什麼物件？但係你講嘅係，伊是炒，你講咩什麼炒嘅？你是咩嚟？就叫炒頭，伊成日石頭接一粒嘅，了你係在煮裏邊喎。佢都係吹。冇啦，買啦，點菜點媽呢？因為佢買嘛，佢幫時。哦，你點媽買。你成日學你點開呢啊？伊成日有一個缸安尼款嘅嘛，你缸裏邊你地煮了，伊頭路係在另外一個物件，แล้ว冚起來，了有一條成灰安尼款嘅碟啊，一支灰安尼款。哦，你講咯，誒接主要有 gas 起來嘛，gas 起來你點開嚟就毒啦，毒開啊嘛，你講咯。誒，做律個講未困咧，特別嗰啲講。做律個講，做律，嗱，特乜做律是？喺度對裏邊哦。特乜做律個講未講哦，做律。等陣我。叫接來啦，攞嚟講。哦，未困啊，你特別做律講伊自己條 little bird。照鏡，照鳥，亂背，你切咗你，係點啊亂背，亂背咯，你點啊切啊，點有碟啦，一背背咯，伊唔是叫別胖咩？別胖，哦，叫小鳥，別胖，食話別胖，要直接別胖嘅，哦，別胖是要攞粒絲嘅啊，別胖。哦，照鏡是等等嘅，照鏡是等等散散嘅。你攝在當嘅，一種細粒嘅，一種較大粒淡薄嘅。我裝嘛。一種啊，你特別你隻點啊特別掂起嘅嚇。係咩一下？你嘢轉嘅，咁樣啊。我哋格達布魯啊，格達。哎呦，格達布魯驚。讀劍布魯嗰陣時。格達布魯有咩搏？格達布魯是青色嘅啊。卜啊，青色意思啊，你直直啊，你講你自來自去嘅咧。哦，係你人講龍30粒是叫做甲貝陀啊？係咪甲貝隻？甲貝陀？
啊，咁尾拖時間，但我你講嘅而家嚟做你滴講做你跑嘅，夾尾拖。咁我拖入邊啊？嚇？咩咁啊？夾尾拖啊！我講起你照啦，你講起你照啦，你講臭拖，人講臭，我講臭拖叫夾尾拖。我唔知 ，actually 我冇咩。我唔係依句。好啦，你唔你是 actually 是人無電啊，係點灰用嘅嘛，人嘅做跑嘅鐵鋪。伊灰伊拖入面有一條線入面是當着水。不，伊迄個物件啊 ，OK， 伊成日用嚟物件，一個是大凹啦，你使講伊大凹咯，然後當呢是一個湯啊，一個缸啊，你看，然後缸有一支棍棍的鐵起來，哦，滴缸，滴缸，阿咪，你人80萬，是用用嘅。對哈。什麼人？你叫咩嚇？我唔叫。我知你講咩，我知你講咩。臭臭嘅啦，伊按出來臭臭嘅。特別隻罐嘅，一支鐵，一成個一支罐嘅罐頭咧，等有一條線罐起來，係 straw 鐵 straw 嘅。對。哦，你知老狗你知我講咩啊？唔知啊。老狗你是個棒嘅炮上面，得幾種？我攞普通硬炮呢咯。我放硬炮，你放硬炮是接條等等啊，是接一粒棒？一粒棒啊，點啊掂哦。你把條炸佢，你炸你哦。冇，個10支啫，呢個啲哦。嗰時你有咩老細？幾位炮嘅機哦，幾用手機炮嘅。你一條線咧是等有一粒紙包掉實嘅板啊。你嗰個卜紙咧，卜紙啊。炮。波波雞正係咩條啊？要真係咩條波波雞？哦呀。啊，頭開講嘅啊，我點咗頭開。你俾人哋驚鐵頭。啊，俾我驚鐵頭，有人吞鐵頭定。我是定到我對佢時真係我舊嘅紙係驚人掂嚟掂到啲線褲。啊，超大嘅線褲。啊，掂到啲線褲，啪就出嚟。啊，我就大氣。結果我大氣咯。你個別驚呢？個別驚，但係你鐵頭炮是個鐵頭係一種咧。อีติ๊กชูเนอะติ๊กชูแล้วกับกูจะอีอันห้วยสิอีกุนาต้า爆炸燒料啊椒啊唔介意。你安怎鐵頭得一種อันห้วย爆炸แล้ว安怎係爆炸？講下你一支紅白嘅อันห้วย啊。哦，用手驗咩？用手驗啊，一走灰啊爆炸咯。驗落3支啊，一頭爆炸咗了。啊，樣做是太雜了啊！哦，係雜咧，冇出實雜崩其實咧嚇，你手就傷哦。冇硬啊，你冇咩事啦。哦，特別驚下對，這是幾回事？你未記咗落細漢嘅事啊？啊，特別破單啦。就錯嘅人啊。然後古早嗰一個咁樣人講你 Q 一條線 Q 嘅你啊。人 celebration 用嘅咧，你嗰時話 Q 嗬，伊唔知走開前面一嚿燒掉頭毛，都把頭毛去冰少。冇啦，我 Q 嘛 ，Q 啦 face 樓頂嘛，嚿 face 樓頂，一燒唔知咪燒我頭毛，掉去燒我個唔知，你一邊要看掉，你講，你頭毛掉去燒啊，有個講有看啊。臭味道，你味道臭哦，魚，臭魚啊！個別驚，然後而家你見誰寫掉哦？佢個別驚佢就會鐵頭你卡本你驚咪驚人開㗎，你卜跑特別個小啲個機個爆炸。我頭先都聽到嘅，唔捌聽過。翻咗。白手環。我4人嘅事哦，我幾歲嘅事啊？應該13歲嘅事。我嗰日記過，我放滴出嘛，所以都咁幫你放哦，行家出去過，喺度放嘛，放跟住我，Will 一頂摩托燒起摩托咋，馬大咋，掉叻30咩事，掉叻去馬大寮嗰邊酷噶，早起4點幾噶放我出。哇！你幾歲？13歲嘅事。13歲。哇！你咪我驚死。咪錯掉咯。
成日驚我砰砰砰地出去紅險拖我去嘅個摩托拜位咗，就成日咁樣撩我就，頭仔我去乜大了你，愛打乜大了你哭咧，哭鬼咩？哭咧你厝人裝你厝人無講，哎呀死碰見佢。冇人知，我舊位朋友攞嚟掉嘅嘛，你攞定摩托。你厝人無講，哎呀死碰見佢驚。放炮伊冇人知嘛。唔敢講，對嘢掂掂唔敢講。特別你去甲4點幾早起，大概無樣無就講，按照你走去倒落去，還是想講你到底你朋友厝？報名嘛，報名往出去啊嘛。哦，頭走出去揾啊，計無人講。去放炮，去學我媽打你啊，去哭你喺邊啊？你是掠，你一人還是掠兩人？阮尋你朋友掠。兩人。哦，我朋友兩人。你規定擺掠，你一定擺買掠兩隻。攞丁嚟嘛。哦。不等個厲害啊！因為輕夾路啊，就是就掠你去見啊。我就掠去見啊，warning 陣時，你有嘅往企邊嘅時哭了，有時正手邊嘅邊有落夾嘅啊，有嘅到內邊落夾，你唔知面數啊，搏膠還是面唔知啦。哈哈。那別人不參別人你嘛是錯咯，你驚。哭了喺邊個掂唔敢出聲。冇撈住。冇撈住啊！冇撈住。13歲啊嘛，冇撈住啊！哎呦，別講咯，成日起來是揾撈住嚇。就成日驚啦，紅音人殺到起摩托就。你去個愛搭嘛？但係我成個愛搭嘛，但係是得咯啊。加四經呢？我買嗰啲邊嘅。三角英嘅邊就，三角英，即係三角英。三角我邊角，你講三角呢啊。我車對面嘅，咱接愛抌咧轉出來時。bus station 嗰邊嘅 bus station 對面啊。我哋見人家廟嗰邊啊，真係。去過，見人廟去過。哦。見人廟去啊！路嗰邊有彎道超去 bus station 嘅嘛。啊，未夠嘅是正超嗰邊有講咧，有一間嘛大了咯，細間嘅嘅。哦。你去落甲是伊是參加咧別人幫是。我攞啲無只去落甲喎，我估啲咩呢？你下浪呢？啲我細漢個。啊。誒，上細漢你別使關人去落甲位。係啦。所以你大漢你應該關住去裏邊啦，往裏邊哭了，手綁了喂，哭了。做兵啊！你跟你朋友有講話，唔敢出聲。你看我唔敢出聲，你鬼友對佢唔敢放炮了。我就係你對佢時，你自己驚對佢時，還是讓媽打個仔你對？自己驚對啊，個仔你對。我笑啊！掂鬼友唔敢放炮。你只一下子起都唔敢放炮啊！大漢人唔敢放。而家係一啲唔敢放啦，鬼友明年過就嚟過。你嘛冇講好正怪啊！我冇驚你出去過口啦，我到裏邊放啊。是講哦，咱正早放細漢時是就被看你紅包，佢哋一夾紅包你嚟買炮嘅啊。家己就去夾紅包你嚟買炮，我真係減少，我真係減少，所以我就少放，我放佢就是對人放，你買我放。紅包你是要來搏膠嘅啦。喲，即係老狗看狗，老狗趁大鐳啊，是比較濟炮呀。是啦 ，investment 嘛。investment。定係佢搏先，搏騰嘅時咧，比較濟。你等陣點樣俾講咩？哦，定咗我細漢嘅時啊，人幫人開哦。咱各位聽眾啊，我在食少看人哋，你食阿妹啊，馬來西亞，但是講咱看到鹿港嘅即個去選者，看一句人真正有幫炮嘅，咁咩選者啊？75%人有幫，特別4人選啊，咁咩？然後呢，一人到今天一喏，無管就一人，本來一喏3、4、5、6、7、8，被教看人，咁咩去選？等陣咧，香港一定到時唔敢剃頭，一頭幫。希望不要讀伊當然知喎。好啦，意思是講北大門迄邊架，有人開門啊，你拖到砰一聲，嚇到人嘛吼，要
死咯，伊講。對，係你是成日大媽係你啊個鼻鏡掉燒到頭嘅，係一種嘅炮。啊！伊放在門位，我人開門就扭掉就砰啫，哈哈，對，我是掉錯多數。應該是看到個鼻鏡伊啊，就驚了。燒到頭毛，真係燒到頭毛，我都想唔到。你炮的是隻往你頭毛嘅時候，你 Q 嘅時。應該是啊，就去啊，就應該。佢是你夾起頭頂 Q，為了สุก頭頂頭殼頭頂 Q 嘅，夾起頭頂 Q。呢係 Q 夾講呢棒咧。那為了สุกใน款你嘛棒哈。啊，夾起啦，Q 夾起緊 Q 啦。啊，你 Q 對一落喺頭殼啊，頭點去？應該是你講。你冇打佢哦。冇啦，接並冇嘅。點解冇？俾波呀，你抌波咧？抌波啦，抌波驚啊！你看到啦，人看奇怪嘅事啦。變到啲中係啊！啊，就唔知啲冇啦，啲冇誒啊！但係你公司你 pattern， 先到 Paris 嚟啊！到啊，就是話你讓一除了這裡啊個鼻鏡，讓一把剃頭炮是乜條上佢啊？我咯，老細呢邊。老細安怎呢？對咧，你在種你頭都講嘅等等咧，要正隻 color pop pop 出來嘛。然伊唔是講要興舊寫講幾粒嘅嘛，10粒啊，30粒安尼款嘅嘛。然後我放我平常時就放幾粒，我別有我算咯，算，誒放無了嘛，伊就 stop 了咯，啊個春就一粒我 stop 了，然後看出 end 咯。啊，然後佢出 N two B 嘛嗬，呢個切就一個出 N， 哇爽咯，嘅超級吸咪 N 咯，結果噴就講個波死咯，你條傷我你超，好啦，你哋去 hospital，佢就唔是一攰幾超硬咯，成日可以笑掉安尼款。哦。我成日我就講個波，一下子站咧冇 pop 出來嘛，成時冇咧嘛，咪佢按我爽咯，切炸要，佢只要冚落去，結果bomb咗，笑佢。Oh my god！這是上個仔女冇嘅啦，咪照你看嘅，嚟提講嚟看咪照嚟看咪先。了，哎呦！梗講，點解細漢時有情緒唔係好嘅咋？但係咪基本冇見嘅咋？哎呀，我聽到是條燒佢唔是放炮是燒佢，我真記冇，我較係冇咩較驚，我冇咩放嘅。成個你安尼夾手夾掉，我們都唔知幾哩嘅。我講紅磡安怎可能是爆炸飛機爆炸，是成個你啊個鼻鏡還是咪是驚？我是真驚。你時我就直接放，特別我知我後面嘅燒掉煙灰，你知啊？煙灰有一隻鵝尿嘅，你知啊？鳥鵝尿，嘢噴特別咁你是鐵嘅，嚇一鐵嘅，一鐵你知咪是你拿燒啊？一掉你灰你叫咩灰？你泡灰你裏頭整咪是一成個燒啊，一成個燒啊白氣啊，還是烏氣啊？一般你是烏一條係唔知，你是燒係是變成特別灰氣啊？我也係咕嘅。啊，咕一笑一變錯對，你錯嘅頭頂一格碌出來，你知道？你錯碌出來，因為是成個有灰花硬嘅，然後咯，因為假佬就叫我係青花嘅面，你知哦？你我咁唔是我啲圖嘅，是別人我啲圖咧，一假佬一鐵假佬都叫我即係青花裏面，青花係刺就係我燒起我卡一坑。哇，梗係嘅咯！我個笠掉，安真零嘅，哎呀唔是零啊，抓喲！冇跳啫啊！跳這個咩啊？我講跳我頭咪會出來是啊！一攰大你個隻就叫我白位啊！你這樣笑嘅啫。笑！你若是講再講你笑就你說手好像看到鐵頭人會你手動掉時，你 reaction 是咁樣囂嘛？特別我唔知是係咩物件啊，數你知哦，所以我真企下就抓啲零，哎呦抓！
腳底按摩，腳底按摩，腳底按摩個一坑去啊！我個拔掉刀個攞咗，呢是正好chơi。你睇人講佢哋硬嘅直講佢哋老狗講佢哋做炮嘅喎，做佢哋硬嘅誒，你窒窒咧嗬，你點啊點啊頭殼嘢亂走嚟走去嘅對對對。แล้วมัน窒แล้วเตรียมลำปุ่นแล้วลำเจ้ามาแล้วมาจัดแล้วจะเตรียมมาถอดขาแล้วพิงยุกุยน่ะเกี่ยวกับอย่างทิศโถละตุยตาให้สิมาเหรอแล้วโอ้ยคิดตุยตาแล้วเหรอตาเดี๋ยวอีเนี่ยกุยได้ปุยเนี่ยถอดเตียวกันว่าถอดติ้งเฮงกับเสียก่อนมันในคอนเกี่ยวตัวเองกับเตียวอินเดียวตอนที่你เหี้ยตอน你เหี้ยอ่ะตอนเสียก่อนยิ้มเฮงกันเตียวแล้วค่ะ又見咗啊！跌到人喺跌到個賓館黏去啊！咯，笑硬。你真好意啊你！我知啊，我知啷講係咩啦？我當然冇個小調呢，但係你講一條，我是小調只大條，箍落佢個大條頭開，呢啲是細條，細條三呢，銀灰啦，咱叫銀灰。你點嘅時，你入水不好啊！伊不把伊未熟你哦。哦，伊是上個人做，上個人做 welding 嘅時啊，一種然後呢。哦，也差不多要點鬆嘅。你就話我知啦，我同你講掉，我唔知，我聽到我是你就你扮人嗰陣時啊，伊咪是兩種人，去到一種是咧按鈕，一種是一種做嘅咯。做係我一十擺嘅嚟鐵頭上面，你點咩時你刮嘅掂每頭卡一頭呀，一撲就先係嘛？撲下點係撲你摸食嘅。對，冇白食佢，你掉你頭卡冇會白白。都好看。寫字掉白白。寫字頭卡嘅做字啊，你講。對，你有呢係你嘅字，你其實一撇就等於撲你看啫。我係咧。你要做咩？我唔知就掉一時掉特別蝕咧，伊嚟繪畫你。哇，有繪畫掉特別蝕咧。你真，我笑咩？我笑我冇明白。我唔知人笑咩。點樣？你幫住隻卜咩啊？我笑咩？我冇明白。講個壞啊，講壞啊。卜卜。繪畫。有繪畫特別蝕。白白寫字啊！咩抓白白出來啊？啊！我做下寫字白白。啊是啦，未使咁樣打波到正確話就算咧。繪畫抓出來啊！你咪喺你面度頭仔燒到你面啊你。特別佢做啦。露水啊，住會。露水嘅咩事？定哎呦是 hello。出 N 啊！誒，佢出 N。特別我人你俾真係是咪等一條一雙嘅咯，佢就是雙，一雙背就大條咯，對。直接笑。硬嘅。對啦，佢大條咧嘛，佢大條你咪嘅手作條。硬嘅嘛。嚇對，你手。規支硬啊！你成個香呢嘛，成個香型嘅呢。對。你細成日你講啊，你嘅手壓伊就伊擠去一支嘅嘛。對。嚇是呢，你是點開啊？掂起是係伊背嘅咯。背你按頭頂嘅背咯，但是掉到手嘢都掂啊！哈對，就是成個咧老細你講啦，老細是關你媽去睇下佢。你使點頭個背白白點。哦，我唔係 try 佢喎。你使點頭個背白白點。我見可能未喎，唔知。一杯唔是抓嚟，你咩味道嘅？我都壓伊啦，你壓伊嚇，壓伊抓條去。抓啦，你嘅抓啦。你頭杯點呢？是人抓係鏈啊？別練呢。喂，可能水呢。我在你那是壓可以較細機。我都會碌壓啦，我碌個壓伊咪可以斷，可以變到成個 Z 嘅 shape 喎啊！嘢轉。哦，我都做喺成個啊攞頭啦，一邊背一邊，你壓可以呢 zigzag 嘅呢成個。即係錄音啊嘛。誒，
有一種是叫蓮花，諗乜放過嘅？蓮花，一轉，大地回春啫，OK。大地回春，啲，大地回春咧。蓮花，一轉一陣嘅蓮花。有聲，เลย那是有蓮花是大地回春。一種是一轉那邊食嘅，食啲變。佢哋是叫蓮花啊。其實蓮花，青色、紅色。你食嗰隻色咧，頭先都個棒真係。都未記係咪食啊？我記緊清楚。嗰個嗎？嗰個別個嗎？哦。誒，老細，老細，你聽，你是聽到時候我咪對佢如果正啊，對意思。唔捌。你到邊嚟個？我在圖書館。我到圖書館，但我對於邊嚟時會來啊？會使啊，有時間今日去吹嚕嚕。沒有時間就要提 leave。我要去無上就食好了。咱就一定的人嚇，咱使過去無上去食啦，去圖書館食好了啊，去一間哦。我當然特別白波多啦，無對去。咱成日特就唔講就食咯。咱邊啲人特別嚟講嘛？當炮唔講就食好了。咱就是捌食過炮。食炮。咱嘛食過即係個特布魯炒紅炮。那個係淡薄咧，咪夾拜頭。誒，夾拜頭啦，對夾拜頭，對我聽我爸講過你夾拜頭。我你嗰隻學生，還沒算。學生，老細講過一擺，聽唔到你講。算對人嘅學，算對人啦。學算？對，學算對。學算對啊！你點啊碰嘢要一個學算落嚟。哦 ，parachute。parachute 我捌聽。冇咯，當時見真係冇咯。一撲起去嗰時，一隻學算落嚟掉。你個一個字，嗰個寫字嘅真是。寫咩？恭喜發財啊！邊個學見？恭喜發財係咩物件啊？招英才。他都招本。嗰上學講咩啊？嗰一種炮是抓炮啊，真是一臭嘅啊！點乜嘢抓，或者抓乜嘢係？一 N 噶啦，出來我食嘅唔是？哦，我唔捌放過。一臭嘅喎。一隻我呢，然後點乜等於？點乜嘢起啊？我了。哦，你啊，食掉嘅，你點乜嘢大條嘅？起來規支，本地食條，呢個轉起來咧臭嘅喎。一齊，咁然後講跑路都潮。那佢撞條路啊！佢撞條路。哎呀，撞得冰。佢撞條路。佢出 N 呢就係臭嘅。特別你講 N 我食嘢啊？N 咁黏隻隻高 B， 我食 N， 黏隻隻高 B， 我食 N。你串我 N 啊？啊！你病嘛？病 N 啲我 N 你嘛？唔係人講字係是串我唔捌聽過喎。N 你我 N 你講四粒嘅，我講四粒嘅。你講你隻點是意思面上係一條，一隻點是開起來睇下。啊！你點咪開喺邊度粒嘅？翻出嚟哦。有未見出嚟啊？等我隨個 online 隨掉。一支啊喲。叫蛇炮啊！就係抓炮啊！古仔是叫蛇炮，等我隨個蛇炮喎，炮你試下，炮是指火字邊嘅。火一個包，火包，一個包，火包。會啊，別當開會包。新時代宴會批發上 Easy Shop， 這是台灣的店，抓炮。等我食下，水，是的，因為我當不得有啊，講你炮唔不得有嘅呢。抓炮，你等我想看過未？等我吹掉抓炮。哦，等我宴會。
烟灰70年代。伊是生去天还是到头开？都投开，都好开。你入先死啦，成日要玩開嘅。哦，我食嘅。哦，卡慢割掉起來啊你。啊，啲細條慢慢大條嘅。你慢慢大，慢慢慢對嘅。啲大條嘅，伊成日翻滾女嘢哦。国外那不会危险的。講你夠啦。哎，还有没有啊？你蹦嘅就女去啊！伊無蹦嘅，伊成出 N 咧哦，哦。無蹦嘅無蹦嘅，伊甲他等啊就了了呢。哦，我聊啊，一出 N，我你看到伊，我起來，我等了就冇了。哦，同嘢就對啊。提供。等陣，咱當今有成個新的炮，新人卡新的年代，啊，這個應該真係蠻個別嘅。我哋見啊，佚佗嘅時候你國機啦。哦，哈，生女嘢嗬。係生女嘢，係生女嘢。喂，你笑哦。誒，我未รู้啊，咱放下一種誒炮是水炮是煙灰。煙灰嗰種。咱會使放個離島嚟啦。M P 啊。咁就見到我放嗎？嗰度放咧，冇啊，有時。未使買本啊，你寄生女本未使買啊。隔了炮應該是未使唔知啊。哦。我迄煙灰未使。煙灰未使。哦，隔了未使。我囡仔夜了一支未使。未怪我講聽頂到我對去時，我只少年，我是嚟美國10幾年等下搏炮。我嚟美國唔知13年無過新正，我對到去嘅時候，我咪是只少年新正咯，然後我就第早兩年時我就對去過度年咯。然後我就會記講初一嘅時，早起就請起來嘅時候，你炮聲做到請咋。早起時聽乒乒乓乓咧，時你味到你炮味，我直接少年係一種嘅感覺啦。對起時無過一車一直到請起來時就10點幾就12點嘅時，哎呦，真冇聽到炮聲，冇聽到冇人聲聲，你試過無味到炮味，咁激心呢？都有嘅時候聽到。啊，不多時人放是被切搞放嘅啦。被炸機。啊，切搞時間聽到，然後特別我是安怎啊？然後我是開我門起來時聽到灰嘅聽到，特別安怎是專門嚟我對我大我 parents 住啊，我爸母住大 condo 嘛，所以樓頂較懸咧無咪聽到即個炮聲甲無咪味到來煙無咪味到，然後你大到啲一啲厝是甲頂到往大頭殼厝時就較味到。有頭殼厝人到咱門頭整嘅路邊度放嘅嘛，你到底講到你未講出去個卡包肯定要放啊嘛，燒佢驚。哎呀，John，你放紅炮，你大講到邊掉落來啦，再夾放起啊。頂到嘢我講聽，我姨我姨嘅厝啊，被樣做生理，樣大擺是就被真正是就被放紅炮你知道？即是一個人出來啦，特別人做生理後被好運下，樣就真正是特別放炮拿燈咧，都拿好嘅就好運啦。你話特別啲紅炮咯，一包自己接，你知道？咪開始一包無講只燈咧，嘛一包㗎，那燈咧。有嗎？嚇，燈嘅嘛。有，我能接咯，嗰啲，你接落燈你知我就啲伊是攞真樓啦，你攞真樓嘅頂面balcony 位嗬。我放一支德國機器，你知哦？所以我看是差唔多3層樓高嘅厝，落到來塗骹了。30triệu。古早伽媽冇人做嘛？伽媽，古早伽媽我看過。係你熟哦？10幾年前啊，是。特別無人加點，你知？點乜走啦？無人加點啊！特啲係低位，你講我驚講，你個未使接，你接小令嚟講啊，一樣是砰一路你知？你放一半時錄起來，講你就過點過嘛。然後即係特別無伊講放，特別因怎伊唔是講伊放啊配呢，伊病者啊，往時伊幾那粒後尾破嘅嚇，佢盤起邊啊，個嚟放，個嚟病嘅你知？
你話人無人寫車無人駛來嘅時候，特別是盤住幾駛嘅嘴裏面嗰個病。出來學車。你只一駛嘛跳去。我一駛啲人都冚嘴。我跳去。一駛唔加佢嘴咯。駛唔是隻監咪駛隻炮。隻炮佢就配。就怕配，你下特別熟咯，特別安怎呢？你放假伊櫃頭卡噶啦，咪是硬嘅抓噶啦咯，一個未使掃嘅喎，先知啊？未使偷開，未使掃出，會使掃字，未使掃出，未使當抽籤未使當啊！係啦，冇掃呀，冇掃，我覺得放個學卡位，有件事未使落汗啊，是你落汗你阿毛去就掉硬噶啦，係啊，嚟硬，處處講嚟硬。個邊間講嚟硬啊？係啊，流晒啊！哦，流晒，你嚟硬，邊叫啊嚟硬，卜叫。我應該講是未使掃，未使切。未使切一打件皮。啷個排死啊你嚟？好彩我驚不要聽福建話。你驚講華語啊？啊，咁我講華語㗎冇啦。啊，真係咪計講福建話？哇，咁計價未價，睇我價。你計人講嘅啊，你冇講華語，然後你計人講福建話。你驚幾歲？啊，6歲加3歲。A 個。會咩？你驚大隻棒嘅，變得福建話人聽。解咧，可以聽下字先咁學了。但係我就冇講就臭啊。嘅感覺咧。我就冇講就臭話嘅，這禮拜我講棒炮。係啦，棒炮。你幫我有聽福建話哦。誒，有聽。沙拉瓦人應該有聽啦。誒，沙拉瓦有福建話誒，我冇咪想。沙拉瓦誒咯，我一朋友嘛是沙拉瓦誒啊，定一隻咩啊？講一隻咩？人講未當嘅哦。啊，未當啊，未當。未當係咩事？未當，你講未用，你講未用，我未講未當。未當係咩事？未用哦。未用啊！我想未當是未冇明白。不懂啊。嚇，不懂。冇人講未用就是未當。伊樣冇明白是講未捌，我未捌啊。未捌啊。未捌。咁波冇想，特別人有聽講，有聽講咯。你冇有聽嘅？冇啊，冇啲。你不只幫人聽，即係 episode 幫跑 episode 可能要聽。伊有聽，我有聽啦。你咪教你驚啊！教你驚講福建話，我不打四川去。啊 try 下。嗯。誒咧，邊啲福建四川了？我讀幾冇教我驚講福建話。即係白上海你教你驚講福建話，你按照教你咪結教你講埋老教。簡單啦，個埋即係埋伊會有講埋。買學啊，好笑咯嗬。自講。嗬，你人啊，細漢你人講福建話啲好笑嗬 ，stage day 嗬，聽人講是。人講棍子華語啊，好笑！你問潮人啦，潮人 encourage 上冇人講 discourage 上咪潮，咪講啊不得。那暗潮對啊，那暗潮對啊，是講我這個聽咧，成個我係只幾樣細漢嘅事，人教人講福建話嘅時，我是人個參咩啊，冇咩有講那個參嘅啊，參 English 嘅啊，你是你我是聽到成個那個幾人較老嘅，教人講較似咩物件。要不要聽啊？聽無啊。你拄着迄種老福建嘅聽無啊。講咩？啊，你人邊講都應該看緊條伊邊講。係咯，時常我只係驚咧，一樣生啦，較老，你姑姑看一擺嘅老，較老嘅家己人，人講嘅是，我不 understand。你想我唔再講咩？趣味咯！誒，你問講咯，我只邊咧學見你聽講啊，定當本時人嚟看咯，本時家己本時半堂曬咯，啊特別是那聽那這邊咧學見你學到只這物件，你要咱只這，你知啦，我家己都唔是，我都唔是啊，成個linguist學見嘅 linguist，我是實在有講福建話嘅嘛，我是實在做小呢，是講啦，你只講。只久無聽到福建話咧，你多個國嘅人係我實家即係老教，可能
你聽到上禮拜那時你聽到邊啲福建咧嗬，極咁你未開識去你知？啊，是哦，對，我感覺對。你先聽，你哪聽哪這你較識去嘅，但是你聽到冇聽就這你就嘅成個，你愛講嘅時你想袂出嘅可能。啊，對咯，有時成日你拄着邊頂人，因唔係甲你講福建話，有時拄着唔是講華語嘅字，有人你是唔是邊頂來，代表聽福建話，佢講華語嘅字。好啦。是咯，拍就是講就你講咩 ？Next time 講拍炮啥物？拍手情啊！拍炮，你講係講泰國冇講拍炮。拍飛機啦，咱有講過哦，拍炮。拍飛機啦，係講你嘛。泰國啲咯，咱無講到咩？拍炮，咱無講過冇啦，咱冇講到。哦，不知有隻都冇講到。等我寫起來先啊！冇人家講喎。有啦，就住家講。嚟之類，那就你講。落呢啲，就你唔係講名嘅，講名。哦，咱經過新嘅名啊！啊，當今嘛無叫你名，當今叫你老狗呢。是講你冇在就住啦。我冇地你唔知我想。等我寫起來先，拍手情，拍飛機嘅拍飛機上意思喎。想啦。然後咱當件事，咱屌人人性，咱當佢咪講嘅時候，換行，第時我換行，我講我只拍等兩字嘅啫。看到，你看到我把啲 future 嘅 topic 嗰種看到我寫。哦，看到啊。你有睇哦？我未掉一隻阿夢。冇咩清楚咯，冇咩 focus 掉咯。叫我講聽。四三，我哋頭先是四三。四三破病電腦，加班做手機，做手機。生病看到破病。生病啦，แล้ว加電腦啦，加睡眠，加四三。要寫啲個咯喂。我寫到我電話位，我哋是笑掉。打槍冇槍。打咩？哦，打槍。打槍。打槍會啊咩？打槍加打手槍上意思喎。打手槍上啦，冇打飛機。打哎呀死！沖涼房被照相。拍緊。係啦。拍緊多。拍緊多。切個抓。我係你是見下 game 哦，較早做嘅。我見下 game 啊。拍緊多啦，拍。哦，拍緊啦，對，頂得我做過。啦，哎呦，死我寫到啦，我寫到啦，啦是 Q 啊，我寫唔到寫到啦，哎呀，死人看唔到，拍我是要寫拍寫咗寫啊，打 DA，哦，一丁嘅，手一個提手旁，一個丁，打提手旁嘅打手 DA。誒，我這無我這用手寫喎，我 iPhone 一個提手旁，用筆畫嘅 iPhone 冇 iPhone 一個提手旁，一個釘。你看到我係這個 iPhone 入面嘅哦，你看我是用手呢，我都唔知，我係呢畫一時就出來咯，看到。伊一格嗰時，我寫出來打手槍，使我表寫下槍。我特別去Ustream 啊，拍落去啊！你見我我記得。冇啊！你是炮，拍超炮。拍雙炮唔是啊啦，拍雙炮。唔是超炮，超情。Ustream 未看，我就拍落去啊！我看到啊。誒，Ustream 冇看到啊？哦嚇，冇啊，有拍炮。打我等兩字喎。我除掉啦，我用拼音除掉啦。人一句 can 啊，人會記掉，人就轉啊，或者我講拍住成個 topic 來，時人就會講啊。冇可能做啊，冇人來。有冇上面啊？別再用假名。那是成個名唔使用。老狗會我名字我就變做網頁。超情。聽人咪知咯，有冇上名唔知。唔使講。我見照見啊！咱叫見照頭一條，見照第二條，咱見照第三條啦。照啊，啱到啊！
好，老見椒、細見椒、大見椒。啊查某咧，無查某啦。查某是叫做拍照情咩？不是想嘛用手诶，我用面查某唔是四古靈棍啊？無我講你講查甫叫金蕉葉嘛，金蕉字嘛。查某叫阿崩葉阿崩字。蹦線，阿崩線，冇阿崩線是大波。阿波啦，人成日講咗會。唔要緊啦，咱講棒炮，咱都無講得一種嘅炮。不是炮嗎？棒炮嗎？呢本是棒炮。超炮，老狗講超炮，超情哦。講射炮。等陣我講未啦，before 咱講棒超炮嘅事，棒超情嘅事，拍超情嘅事。咱成日諗是只隻，咱上隻物件，咱用部上話講嘅嘛，咱講拍超情啊，棒個咩啊？棒飛機，拍飛機。一個係咪物件咧？咱講嘅，咱成日咱無上辦法嚟講。刮嚇？刮啊！挖是咩叫咧？挖啊！刮啦！挖是咩意思？有時都有一個棍啊，即係可能切嘛，是叫做刮咯。哦，刮啊！安尼啊？安尼啊？安尼啊？安尼叫刮了？對。這唔是叫 check 咩？我有人講個逼了。是我 check 死啦，我 check。我冇 check 咩？我冇 check 冇 check 未病。我講棒炮，我唔是 check 啦，安尼錄掉嘢呢了。安尼好，จุดนี้啊，就叫刮。你一個咪個，一個咪話叫律無聲，律個尖了。律什麼意思？律是頭氣了，我頭氣嘅病律啊。我唔是迄個意思門。哦，律啊，嚇，另外一個意思個我攞嚟意思啊嘛。一頭氣意思係咩？律就是講你見唔見了一個物件，氣律咯叫律啦。正三擺啊！冇，你夾一個物件，你夾一個物件了，唔是，你攞嚟意思，攞嚟意思嘛。我攞嚟意思，你另外一個意思咧？哦，這個意思是正三擺啦，另外一個意思係咩？意思就係你見唔見了物件，然後擼起擼落咪叫律咯。咧是甲骨咧，律咧是用甲骨嘅物件啊，律唔是錯嘅咩？刮咧是你物件真錯咩？好啦，哇！咱個走地啊，咱這禮拜，你睇得一電打波，我講聽啊。我唔知是你講是唔是邊啲學見你教講你可能話啲係，咱個是電色色嘅人，隔了就是一小人，隔了本是講你哦，嗱什麼嘢？啊，然後我個attract 人嘛，家陣我聽你抄話嘛，attract 我嚟聽。小叮當啊！啊，小叮當對，誒，特別我講你聽，哦，特別是人所以冇嚟了嘛？哦，人講開香檳，開香檳。啲查某叫咩名？而家頭一集嘅。小叮當。當啊，小叮當。冇嚟啊咯，我唔知小。講去，我了。嗱，一個等陣我爸聽到。夠交，幾夠交。你講嗰個派死咗，愛講我唔敢講，愛講唔敢講。特別嗰隻教，嗰隻字 vocabulary 嗰隻字。無聊。誒，喏，即你抄話是唔是選掉啊？即係 top 10 show 啊？ top 10，哈。啊，你是唔是 top 10你是去聽到嘅都？白雙環。啊，對，我 download 咗了。就家掉，就啦 download 咗。我定住是話你個 download 咗了，你我往外 server 就往去把你先 download 咗了。哦，有400字我 show 咗了 ，download 8個出。แล้วก็ดาวน์โหลดแล้วก็จะอัพโหลดกี่ว่าซีน嘅 server 啊，就 download 個話小啊壞，แล้วก็唔是叫做一出呢，就我個另外一個 online 個800幾出，哇 download 個話壞啊！奔去 DVD 啦，奔 DVD 啊，我朋友啊。啊，會使，我那是講，我希望講我是 download 個了，那是講我冇 download 個了，時我不到就走去吹白雙環，白雙環錄啲啊169集喎。個了有，個了有，錄去本學人聽啊！我朋友暑假聽嘛，就是較早是聽咧抄話樣聽咧樣暑假嘛，我往本咧好樣咯。
我唔啦，咱老實講啦，咱今日都無用正名噶啦，咱老實講啦，咱是差唔多啦，是講你朋友識嘅啦，大較濟是大波個大，你咪較識嘅人啦，無才大波就本好，咱較識嘅人參講嘅話，較濟用時無辜講笑起笑嘅時，咪是講到垃圾嘢。正常啊嘛，係啦，好啦，冇加識嘅，梗係講個冇咩識嘅，乜得講。特別啊，我只講邊咧學見就特別就是你講啦，有啦，我頭一擺，我發到頭一擺加即個即個老狗講話咧，都加即個個別嘅講話嚟，咁咧就只識，人哋咧特特，嚟人哋啲 environment 冇相似啦，咱只凊彩嘅時候，係咪使咁講嘅時候啊？那個變咗下較識。講價準嘛。對。你不知咱家看看一句背參嚟，咱講拍飛機嘅故事啊！但係即係物件講嘅，不過佢未講正常版咧。你正常版你嗰度講等阿多當然見你細漢，而家報應。哦，阿多好無聊哇！是啊，我哋咪日本留一本就好聊。日本留意好聊做咩？日本留意好聊。讓把當喂，即個podcast人呢，讓姑姑嚟一行嚟一把嘅咋，所以頂到時度看老焦，佢嚟看到阿多啦，日本留意啦，佢嚟看呢時參起來慢慢講啦，把當人是個新嘅聽眾來，是把當人啊老狗啊，即個個別件係告訴條啊，就是伊係嚟幫跑笑到頭毛，都是條誒。你把當人來聽到就講就知誒。老細路有咩特別誒？老細是上。我頭一個聽是老細啦，我係記。老細，哦，對。老細路車我係記。啊，你是阿花嘅拜啊？阿花嘅拜啊？我阿面無人。古嘢看到古嘢哦。那是無人知。哦，那是無人知。在哪裡啊？老細是看到古嘢到厝。我厝。當今個我係。佢一個古嘢掉。當今無，迄叫是無啦，特別我門口厝邊有白叫啊，特別未關嘢。你無入來我厝嘅咧。你是唔是會看到嘅書？你該。我未看到，我隔兩間厝人看到。哦，但係是你講你厝是唔是起到啲網嘅咧。特別咱隻股無講幾個書本咧嗬。我叫人講幾個書本咧，特別是正事咧，唔使講幾個數10個句一成咱個講。係咧。誒，當今是差唔多10個啊嘛。你即係8個就是10個啦。人個咧對住我講下就掉啊，人問笑。怪了咧。我雖半是拍佢啊，響嘅。你幫人家聊嘢。係啦，要開嘢咯。係啦，開機㗎啦，別跑㗎啦，而嘛，撞住自己啊，度跑掉嘅。個笑到頭毛。個笑到頭毛。好，前後再一電視好，或者咱個好，希望咱一電啊，個睇到對嚟講嘅你拍飛機嘅故事。OK 啦，咱講唔叫俾包槍我。講個七八八啊，人。我點白腰咯？就會只有俾隻懶，我冇俾隻懶。結束了。兩個人被請到邊呢個人3點半啊！3點半。哦，感謝，讓我哋自己嘅笑天啊！你啊，當然啦，介紹個咧節目啊不，咱嘅特別嘉賓，咱先正個未了嘛，咱先正個未了嘛。喂，咱讓新正是，這禮拜是新正就要過啊哈，咱那是無是哦，過啊新正就那個都係講鬼故事，講拍手情嘅故事。那個嚟請到咱見做1、見做2、見做3、見做4、見做5。會記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咧，下禮拜過嚟再見，各位拜拜。等陣，我報告，我特別嘅邊是到時 cancel，咱攞隻新椒咧初南卡去剛剛，好像射自己跑咗去。炸在你講跑，你夾拜拖擺一擺去。
卡去看个聚會成個，你只導音上攞下線，可能幫陪出來是個聚會。那個，嚟特別嘉賓，我看新椒個鼻鏡加老狗加嚟老椒老西加白松環感謝啦，拜拜，下禮拜再見，拜拜。